歡迎光臨靈異客棧。今期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泰國民間傳說鬼妻娜娜啦。由於近期工作實在太過繁忙啦，所以遲咗 upload 我嘅 video， 希望大家見諒啦。OK， 講翻我嘅主題，鬼妻娜娜。娜娜呢個名字可以講曾經讓泰國人民，尤其是係泰國首都曼谷嘅50個英之一嘅帕昆倫啦。據講，在帕昆倫嘅馬克布斯中奉獻嘅鬼妻娜娜嘅係佢嘅神音，直到1997年邊界變更，才將其劃歸於鄰近嘅蘇安林英。話說娜娜嘅故事始於那達拉哥恩王國嘅時期，即係從1782年至1932年之間。有着美麗外表嘅娜娜係克拉卡朗人，居住響雲河岸邊，與丈夫馬國婚後依然維持住甜蜜嘅感情。由於戰爭，馬國被國家徵召從軍，意懷新人嘅娜娜被迫與丈夫馬國分開。在丈夫從軍期間，娜娜因為冇辦法自然順產，與肚裏邊嘅 BB 相細細。之後，娜娜就變成咗皮泰等降嘅意思，係泰國鬼魂嘅一種。懷孕或者係分娩期間死亡嘅婦女，如果母親同孩子在分娩期間雙死去，活死人嘅女人嘅鬼魂會在各種方式表現出作祟嘅跡象。如果有人晚上行過佢哋所住嘅地方，或者喺屋企，佢會聽到嗰邊有一位婦女傳出令人毛骨悚然嘅催眠曲。如果情況更嚴重嘅話，仲會有可能睇到嬰兒嘅搖籃被綁向一棵大樹上，跟住旁邊就有一個活死人嘅鬼魂坐響樓下氹佢哋嘅孩子瞓覺。娜娜難產後，屍體就被埋響鬼妻廟後嘅墓地裏，而娜娜嘅鬼魂仍然留守響屋企，等待丈夫嘅歸來。而另一方面，馬國因為戰場上受創傷，後來得到一位高僧救活佢嘅性命，慢慢康復嘅馬國就急不及待咁樣回到曼谷去。但係可憐嘅馬國仲唔知道佢嘅妻子同埋孩子已經逝世嘅事。當馬國回到村裏邊嘅時候，路途上發現村民家家戶戶有一個好奇怪嘅跡象，就係全部都係閂住門嘅。佢就覺得好奇怪，但係佢一心諗住可以同佢嘅妻子團圓，所以並冇有想咁多。當馬國回到家門口嘅時候，娜娜就抱住佢哋嘅孩子在家裏等佢回來，而馬國就同佢嘅妻子相處了一段非常幸福嘅日子。但係漸漸地，馬國就發現村民好奇怪，刻意避開佢哋。有一日，馬國就遇到佢嘅同村兄弟，就質問佢嘅兄弟點解會避開佢哋，而馬國嘅兄弟就不忍心睇到馬國同娜娜嘅鬼魂相處，所以就偷偷把全部嘅實情同馬國講。佢嘅妻子娜娜在去從軍嘅時候，娜娜因為難產同 BB 雙氣離世。後嚟馬國聽了之後，完全唔相信一回事，認為佢嘅兄弟係胡說八道，佢就打咗佢嘅兄弟一身，然之後翻屋企啦。但係慢慢地，馬國就發現開娜娜嘅一啲異常。後來偷偷觀察，有一日就發現娜娜在廚房準備食物嘅時候，跌落地嘅一個用具，而娜娜就伸出一個非常長嘅手，把地上嘅用具執翻嚟。當馬國睇到呢一幕嘅時候，就嚇到大嗌咗一聲，而被娜娜發現咗馬國。娜娜就追出去想同馬國解釋，但係馬國早已嚇到一支箭咁樣跑出咗屋企。娜娜就追了出去，馬國就嚇到跑到一間寺廟裏邊。由於嗰度係聖地，所以娜娜係冇辦法入去嘅。娜娜就悲痛欲絕，而且仲非常憤怒，認為係村民嘅遊說令到馬國離開佢，所以佢就揚言要把全部嘅村民殺害。後嚟就有幾個版本啦。版本一，有一位強大嘅驅魔人捉住咗娜娜嘅鬼魂，把佢關響一個罐裏邊，然之後掉去一個叫做克拉卡朗河裏。傳說其二，
有一對夫婦在釣魚嘅時候發現呢個管，或者係另一個版本，有兩個漁夫在河裏邊發現呢個管，把罐子打開，釋放了已經被封印嘅娜娜嘅鬼魂。以上就係關於呢個鬼妻娜娜嘅一個凄美又恐怖嘅泰國民間傳說啦。大概就係咁樣。大家如果有去到泰國曼谷玩遊嘅時候，有冇去諗過娜娜廟拜拜呢？傳說話在娜娜廟求愛情或者求仔都非常顯靈，大家又會唔會想入去拜拜呢？如果大家問我嘅話，應該我就唔會入去求啦。歌仔都有得唱啦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唔止娜娜廟，仲有一個四面神添，聽講都係非常顯靈嘅。呢個唔使我多講啦，大家都應該好清楚。不過都係嗰句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信不信就有你啦。以上就係我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民間傳說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